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千幸靈語。今集係一位女觀眾投稿嘅親身經歷。佢自己本身並唔係啲乜嘢靈異體質嘅人，但係偏偏就喺某啲地方就會經常遇到一啲奇怪嘅事，覺得自己好似同呢個地方八字不合。到底佢自己疑神疑鬼諗多咗，定係還是嗰個地方真係有種神秘力量排斥緊佢呢？好，事不宜遲，故事馬上開始。故事發生喺屯門嘅蝴蝶灣。對於好多屯門人嚟講，蝴蝶灣唔單止係一個海灘，佢甚至係生活嘅一部分。今次嘅投稿人叫阿 Yan， 阿 Yan 係一個地道嘅屯門人，由細到大都住喺三聖村。由佢屋企落樓行去蝴蝶灣大概半個鐘左右，話近唔近，話遠都唔係好遠。以前屋企人成日都帶佢落去蝴蝶灣度玩，天氣涼嘅時候可以燒下嘢食，天氣熱嘅時候又可以游下水，心情唔靚嘅時候又可以過去吹下海風，散下心，睇下日落。對阿 Yan 嚟講，蝴蝶灣可以話係佢嘅後花園。但係阿 Yan 就話，就喺呢個佢由細玩到大，再熟悉不過嘅後花園，唔知幾時開始變咗佢內心深處最忌憚嘅地方。因為佢每一次踏足蝴蝶灣，無論佢幾咁小心，總係會有一啲奇怪嘅事發生。最早期嘅一次係佢中學時期同屋企人去蝴蝶灣 BBQ。嗰日天氣好好，成家人都食得好開心。但神奇嘅係，阿 Yan 返到屋企沖完涼，佢突然之間發起高燒，成個人軟晒，個頭好痛，企都企唔穩。屋企人就嗱嗱臨帶佢去睇醫生，醫生都係例牌咁講：係啦，有啲感冒啦，係啦，讀書辛苦啊，休息多啲啦，飲多啲水啊。最後只係開咗啲退燒同埋感冒藥，但係阿 Yan 食咗藥，情況都依然冇好轉，燒足3日3夜。正當屋企人想帶佢去醫院嘅時候，點知去到第4日，阿 Yan 突然之間退晒燒，乜事都冇，非常精神，老虎都可以打死幾隻。大家聽落去當然覺得只係發燒，好平常，人人都會噶啦。但係阿 Yan 就由嗰次開始，去親蝴蝶灣或多或少都會病1-2日，完全解釋唔到。如果話發燒只係巧合，咁之後發生嘅事就更加難以解釋。佢間唔中都會去蝴蝶灣游水，游完水上岸，佢會喺沙灘放低袋嘅地方休息。阿 Yan 個袋一直放喺自己視線範圍之內，但係當佢梳理完準備離開整理物件嘅時候，佢就會發現自己嘅袋入邊總會無啦啦唔見咗啲嘢。唔見咗嘅唔係啲咩貴重物品，唔係手機，唔係銀包，唔見咗嘅通常都係一啲好濕碎、好細微嘅個人物品，例如唔見咗鎖匙扣，又試過唔見咗用過嘅小毛巾，又試過唔見咗一支飲咗一半嘅樽裝水。你可以話係有小偷，但係邊個小偷咁冇大志，專門偷人哋飲過嘅水或者用過嘅毛巾呢？阿 Yan 特別強調佢自己絕對唔係一個大頭蝦嘅人，相反甚至仲有啲強迫症。佢去其他海灘或者去郊野公園露營，好少話會唔見嘢，而且每次唔見嘢咁啱都係喺蝴蝶灣度發生。總之去親蝴蝶灣唔係病就係唔見嘢。而最嚴重嘅一次發生喺佢大專時期。有一日黃昏，佢一個人去咗蝴蝶灣度散步。嗰日沙灘上面嘅人唔多，佢沿住沙灘漫無目的咁樣行緊。突然之間，佢感覺到腳腕嘅位置傳嚟一陣劇痛。佢望一望隻腳，腳腕已經流緊血。原來看似平坦嘅沙裏邊，竟然隱藏住一支生咗鏽、斷裂咗嘅舊鐵通。支鐵通斜斜地咁樣伸咗出嚟。嗰次個傷口好深，好彩現場有救生員幫佢進行包紮，不過腳腕嘅位置就留低咗一條短短嘅疤痕。呢一連串唔太嚴重，但係又非常密集嘅黑仔事件，令到阿 Yan 慢慢察覺到一個信號：蝴蝶灣似乎唔係幾歡迎佢。長大之後，阿 Yan 開始刻意避開蝴蝶灣。就算朋友約佢出去，佢可以拒絕嘅就拒絕，或者會提出轉個地方。如果真係避唔開，佢都會打定12分精神，或者盡量縮短逗留嘅時間。直到某一年嘅農曆7月，
事情發生喺某一年嘅農曆7月，阿 Yan 班中學同學夾咗好耐時間，大家決定搞一次大型嘅 gathering， 而地點偏偏就係蝴蝶灣嘅燒烤場。阿 Yan 收到邀約嘅時候，心裏邊其實好猶豫。一嚟嗰段時間正值農曆7月，二嚟地點偏偏喺佢一直忌憚嘅蝴蝶灣。但係諗諗下，呢班中學同學已經有成3-4年冇見過，加上今次有成10幾20人，仲有班主任，人多勢眾，陽氣咁盛，應該唔會出事啩。最終佢克服咗內心嘅不安，答應咗出席。嗰晚嘅聚會比想象中開心，大家圍住個火爐燒嘢食，傾翻以前上堂嘅趣事，講下大家嘅近況，氣氛好熱鬧。大約到咗夜晚10點幾，大家都食到飽晒，現場嘅人流都開始減退。大家收拾好物品之後，有部分嘅同學就先行離開。阿 Yan 就同佢其中一個好閨蜜意猶未盡，仲有好多心事想傾。夜晚嘅空氣雖然悶熱，但係難得有海風，兩個人就決定沿住蝴蝶灣嘅沙灘漫步，順便幫助消化。行緊嘅時候，阿 Yan 心裏邊其實都一直有提緊自己。今晚係農曆7月，加上夜晚，而且仲要係蝴蝶灣，所以佢都係打算行一陣就走。但係人有時就好奇怪，當你投入咗源源不絕嘅對話入邊，嗰種放鬆嘅氛圍會好容易咁樣吹散你原本嘅戒心。嗰晚天氣真係好悶熱，沙灘上面嘅風帶住一股潮濕嘅海灘味。行行下，閨蜜就建議除咗對鞋，赤腳喺水邊行，濕下對腳會涼好多。阿 Yan 雖然猶豫咗一下，但係見到腳下面清涼嘅海水，同時閨蜜又已經除緊鞋，就唯有決定陪佢除鞋赤腳喺海邊行。心諗唔行咁深應該冇事嘅。清涼嘅海水覆蓋咗腳背，確實帶走咗唔少暑氣。兩個人有講有笑，一步一步咁樣沿住水邊向沙灘偏僻嘅角落行過去。然後事情就係咁樣發生。阿 Yan 當時一邊行一邊喺度聽緊閨蜜呻佢公司仆街上司嘅嘢，但係突然之間，阿 Yan 成個人跌低咗，向前衝咗落去啲水度，然後佢轉身坐翻低，成個人發呆咁樣坐咗喺岸邊，基本上條褲已經濕晒，不過佢上身就冇入到水。閨蜜就俾佢嚇死，即刻衝過去扶佢起身，但係阿 Yan 就繼續坐喺度發呆咁樣望住海邊。閨蜜就完全唔夠力拉佢起身，拉極都拉唔喐。就係咁，阿 Yan 呆坐咗10幾秒之後，突然之間好似回過神，自己論論盡盡咁樣企起身，然後即刻拉住閨蜜離開岸邊，衝返上行人路。閨蜜就問佢發生咩事，阿 Yan 就喘晒氣咁，一句說話都講唔到。閨蜜就等到阿 Yan 慢慢冷靜落嚟，呼吸慢慢變返平靜之後，先至再次問佢頭先發生咗咩事。阿 Yan 面色雖然有啲蒼白，但係佢都開始恢復返正常。佢示意閨蜜邊行邊講，而家首先要離開蝴蝶灣先。佢哋一路行，阿 Yan 就一路解釋頭先嘅事。佢話頭先行行下喺冇為意嘅情況下，佢右腳好似踢到一執長頭髮咁嘅物體。佢第一個反應係以為踢到海草或者係踢到水入邊嘅垃圾膠袋，但係隨住佢嘅重心轉移，右腳完全踩落去嗰一瞬間，佢嘅神經系統傳嚟咗一個令到佢全身血液瞬間凝固嘅觸感。嗰啲唔係海草，亦都唔係膠袋，嗰個觸感係皮膚。佢右腳嘅腳板底非常清晰咁樣踩到一塊有厚度、有彈性、帶有少少肉嘅物體上邊。更加具體咁樣講，佢踩到一隻人類嘅手背。佢可以好清楚咁樣感覺到隻手嘅厚度，甚至可以隱約感受到佢腳趾嘅下方踩到有幾隻微微張開咗嘅手指。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，就喺阿 Yan 隻腳完全踩落去，將重量壓晒上去嗰一秒，佢感覺到腳下嗰隻手縮開咗，喺佢腳板底下面掹翻出嚟。阿 Yan 因為驚嚇同埋失去平衡，所以佢先至向前衝咗落水。嗰一刻，佢即刻進行分析。佢初時喺度諗，會唔會係咁唔好彩踩到浮屍呢？
但係佢話佢感受到隻手縮開嗰一下係好大力，所以佢好快已經排除咗呢個可能性。嗰隻手佢100%肯定係屬於一個生命體。跟住佢就喺度諗，係咪有人喺度潛水呢？於是佢就眼定定咁樣望住前面嗰片黑掹掹嘅海水，想等潛水嗰個人企起身向佢道歉。但係隨住10幾秒嘅時間過去咗，完全冇人企起身，亦都見唔到有任何人潛水嘅動靜，冇波紋，冇水花，亦都冇人浮上嚟透氣，甚至連一絲嘅聲音都冇。而且再諗深一層，邊有人會夜媽媽喺度潛水㗎？加上呢度啲水咁淺，如果有人，佢一定會見到。佢即刻諗起而家係農曆7月啦，佢懷疑自己踩到啲污糟嘢，所以即刻拉住閨蜜衝返上行人路，向有路燈嘅大街狂奔。嗰晚返到屋企之後，阿 Yan 嘅噩夢並未因為咁而結束。喺半夜，佢開始忽冷忽熱，第二朝仲發高燒。同中學時期嗰次發燒一模一樣，高燒唔退，個頭勁痛，食藥又係完全冇用。今次佢仲喺張床度病足1個星期，不過好彩1星期之後，同上次一樣，突然之間完全好返晒冇事，只係瘦咗1個碼。經歷咗呢件事之後，阿 Yan 同自己許咗個承諾，從今以後佢絕對唔會再踏足蝴蝶灣一步。大家聽完覺得點呢？你哋覺得阿 Yan 係真係撞鬼，定係還是全部都係心理作用呢？而你哋有冇啲類似嘅事件發生過喺你哋身上？不妨留言一齊討論下。呢度係千行靈語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！如果鍾意我哋嘅故事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等我哋分享更多嘅靈異故事。撳埋個鐘仔，我哋定期出片就會通知大家啦。